来看这个屏东的万丹有家长来指控，一间补习班的老师唔但会拿迄个藤条来讲学生，佫会叫学生互相来拍对方。上界离经的是，这个老师拍完着囡仔了后，佫会甲囡仔来过刷，企图要来掩灭着乌青的混热。佫来警告囡仔袂当出去讲，也若无要修理了佫较凄惨。这家长袂堪要去到派出所来控告补习班的老师伤害。 但是因为现场并无监视器的影像，要举证恐惊是有困难。屏东的教育处嘛已经来调查过了，讲若查出来是事实，会依法来处理。家长的面册抛出囡仔受伤的相片，面拢有血痕，手指甲乌青，变怪手嘛红红，面甲手拢有伤。妈妈讲这是屏东一间补习班，内底老师会摕藤条来拍囡仔。他是被藤条打的。 然后他说，我问说那脸部的伤是怎么来的？他说老师用类似一支长长的木条还是什么打他们的脸。佫会叫囡仔相拍，看到囡仔拢是伤，家长真唔甘，嘛去验伤到警局要来提告。然后当天也是再去补习班，然后回来就小孩子的身上都伤了。发生补习班老师伤害女童案，处理员警获报后，立即依规定受理。 洪指控的这间伫万丹区的补习班，提问又来试问铃嘛无回应，记者佫坐去后壁想要改问。家长这边有说有用藤条打小孩呢，这边要不要说一下？附近的居民讲，真正就感觉补习班的营运方式怪怪。小朋友来，家长按了门进去，门就关起来了，关起来。补习班老师嘛讲，家己无动手来拍囡仔。出来，通通写出来去做笔录，我们律师也会订上呈报。 补习班敢有涉嫌拍囡仔，已经依法通报教育处来进行调查。那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也会令补习班停止招生或废止补习班的立案。这个案件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主管机关嘛表示，若是查证了后是事实，会依法来罚告职员、告补习班。